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每一个无破的刑案，对被害者的家属来讲，拢是心中的痛；对检警来讲，嘛是一种的遗憾。但是冷案要破，都要靠新证据。其中这个指纹、DNA 甲称基弹道的比对，伫个鉴识的科学扮演真重要的角色，甚至阁会当互调证据无再调破的冷案。 显出真相，对出着真正的凶手。继续来看，伫个实验室，这个无声的科学家，安怎透过一届又一届的科学的验证，为重大的刑案提供关键的线索。 先将荧光粉散伫证物顶面，详细检查，无放过任何线索，因为小小的指纹有可能就藏伫内面。刑事局鉴定人员利用科技来找更加侪证据，甚至破灭20年来已经互人未记起的冷案。看到门上有一滴血流下来，我就很害怕，我就赶快冲进去了。看到我太太这脖子出好几个洞啊！ 时间来讲，1997年4月7日暗时，台北市景美街电脑店，姓所的头家娘看到有贼仔，或者个贼仔用水果刀啊抬27刀。当年虽然有留一个血指纹，不过找无嫌犯，想不到19天后，案情出现一道的曙光。我们把我们的旧案进去电脑系统比对，那因为这个19年以前这个。 命案呢，也就是我们把未破案的现场指纹再输进去系统比对之后，找出嫌犯。原来2006年嫌犯因为毒品案被抓去，不过当年还未建立指纹资料库，所以讲无比对出来。一直到刑事局将冷案的指纹电脑化，总算破这个冷案。你这19年来还睡得好吗？这样说了以后，脸色一变，随而惊恐的坦诚这个案件。 就是这颗鹅卵石上头留下的一枚血掌印，成了翻案的关键。小小指纹买使行嫌犯的情柄，比对的是完全不相符，但是侦查庭1审、2审跟1审跟2审，一直全部在判无期徒刑。他们两个这个掌纹根本就不相符，那怕是不是有共犯啊？那么这个血掌纹是不是共犯手留下来的？ 案件发生在2006年5月份，检警因为证人确定伊被当作杀人凶手，被人抓去关，一关就是5冬。出来人必须都要承受别人无共款的眼光，一直到警示性无罪。2011年3月份，案件才重新调查，关键在检察官锁定特定的嫌疑人，去找一些比较类似的有犯罪手法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结果第一个找到姓苏的。 这个手印就是嫌犯所相承，一比就对啊！安全帽啊，甲石头顶面的血手印拢是伊。人家冤枉我们，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心痛又有什么办法呢？谁会知道？虽然司法最后刑期轻便，为无期变成无罪，秘书是江国庆的翻版，嘛好检警更加重视证据。 人家讲说我们就是替被害者伸冤嘛，后来能够有再犯罪，然后再留下指纹资料，然后输到我们这个资料库里面。无新的证据，现案共款无度破，不过指纹未来唔乃使用来破案，要有真正用途。将来的目标是要导入这个行动个人辨识系统，因此呢，远警在盘查的时候，对于被盘查人的身份能够立即掌握。 头日行真紧，这个查甫人伫高雄犯性侵案，不过采集精液，透过 DNA 比对，发现讲，伊阁是犯南港国小女童性侵命案的凶嫌。1990年5月7日，蔡永秋到承德国小利用中昼长的时间入去校园假做老师，找下手目标。当时，一个人伫活动中心的6年级的女童，变成伊笼罩下的牺牲品。检警虽然采集到凶手蔡永秋的 DNA， 不过当时并无正确的记录，刑事局嘛无相关 DNA 资料，一直无度破案。一直到案发后的21天，蔡永秋犯另外一件性侵案，手法真共款，再加上 DNA 比对，南港女童被性侵杀害案件，才总算真相大白。
所以，即使经过将近20年，我们依然在这个被害人身上的这个物证呢，找到了加害人遗留的精液。高雄他们有发生一个性侵害案件，那这个加害人呢，按照去氧核糖核酸采样条例的规定，他必须要被建档，所以他就送进来我们实验室来做分析。那我们的惯例，我们在建档之前，人建档之前一定会去跟证物的资料库去做比对，所以呢，一比我们就发现，居然就跟这个送进来的这个内湖国小女学生身上的这个精液的 DNA 是相同的。DNA 鉴识有偌重要？鉴识人员会为现场的物证，像讲衫、裤，采集任何可能的血液模范，摕转去实验室，为证物内面找 DNA， 就使找到嫌犯。那这上面呢，我们要让它可以进实验室嘛，这样整个裤子没有办法放进去，所以我们会剪一小块，扳机的地方剪一小块。刑案的现场，我们如果证物的 DNA 有检出成功，我们都会跟过去的已经建档的人去做比对，还有已经成功采证的证物去做比对。那符合法令 DNA 建档的人，我们也会去跟证物的资料库去做比对。枪声真大声，枪支拍入水，这是刑事局弹道鉴定实验室。必须要经过试射，才有办法取得这个具有枪支特征的弹头及弹壳。人有 DNA， 枪有来福线，独一无二。透过每一支枪支的比对和领案有进展。步枪又是比较不好比的，因为它上面的特征是有一些需要寻找的部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比较有印象。2003年，内政部警政署成立刑事鉴识中心，引进全世界上较先进的3D 立体比对系统，和跋倒破的领案中建天日，幕后功臣就是台版的 CSI 刑事鉴识团队。这个是弹底的区域，这些区域里面的特征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跟资料库里面其他案件的弹壳去做确认。透过严密3D 的系统，将枪支痕甲规万笔的资料做比对，就知影讲这支枪枪进前敢有犯过旧案。大家上知影的枪击案，应该就是15当前的这件悬案。2004年3月19下晡，要拼连任的前正副总统陈水扁甲李秀莲，伫台南最后的邮票的行程发生枪击案件。这两场定件专攻，嘛，互选举结果产生爆炸性的变数。为了追查枪击案，各一出名的刑事鉴定专家李长菊博士的团队，坐飞机来台湾，中华司法地金华街，详细调查，要互真相水落石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有很多时候 ，science 科学能够解释，有很多时候科学没有答案。检警动员展开调查，发现嫌犯陈义雄已经渡水死亡。过2年，检察总长吴英昭宣布结案。因过李长菊嘛，过摆伫发生重大的案件案情，我都进展的时协助破案。1983年的华南银行抢案就是其中之一。枪口对着我，我看到他们就叫我不准动，不准出声。当时社会治安无好，银行常理林永全莫名其妙失踪，过2天发生抢案，警方找无破案的线索，一直到半档后。我平常就闻到一个臭味。想不到这既然是失踪半档的常理，当时监视器无遐普遍，警方就要挖苦手画图去找人。案件之前就是7档，一直到警方侦破乌关报犯的新光集团吴东亮绑架案。敲到2支卡宾枪，才和一连串的重大刑案真相大白。把2支卡宾枪堆出来以后啊，对这个案子才可以说也有这个供述，也有证物，才能够真正的算破案。我们做鉴识科学，并不是说要升官，也不要发财，也不要代表哪一边，只是希望能给这个法治的制度公正，希望能对无辜的被害人讲话。有几份证据讲几份话，案件无分大小，机会是良心挖苦，是监视科技，和领案有机会行出档案式重建曙光，嘛好，互人冤枉的，甲受害者得到挽救的正义。